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呢一間喺紐卡素歷史悠久嘅中菜館，叫做雙喜樓，英文係 Happiness Inn。呢間中菜館係由1962年開始，已經有超過50年歷史，喺呢一區最具代表性嘅老字號之一。餐廳入邊嘅裝修好有傳統風味，啲台凳同埋裝飾都好舊式，好古樸，完全唔係現代風。今次我特別試咗6款點心，而家我逐一同大家介紹一下。我試咗呢個鮮蝦腸粉，佢嘅皮唔算好厚，但係口感非常滑，仲有啲蝦都幾新鮮。呢個豉汁蒸鳳爪，我其實幾鍾意佢嘅顏色，唔係嗰種好深色，因為有啲酒樓做到好黑。而呢個皮亦都唔係好乾，啲汁亦都啱啱好。呢個豬肉燒賣，佢嘅顏色比較淺，賣相就唔算特別靚。至於個 size 唔係好細，亦都唔算好巨大。呢個鮮竹卷又叫做腐皮卷，包住肉餡，口感比較軟滑，仲吸晒啲醬汁，好好味。呢個金錢肚，佢嘅肉質好軟熟，唔會太韌，所以唔會食到胃痛。而嗰啲醬汁亦都啱啱好，唔會太多或者太少。呢個墨魚餅，佢炸得唔算好勁，啱啱好，唔會過油。佢嘅墨魚肉亦都好爽口，但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炸多少少，咁味道會再香啲。另外，佢配埋呢個甜酸汁，一點落去就特別惹味。總結嚟講，5粒星係滿分，環境、衛生、氣氛、服務，我俾3粒星。至於食物就4粒星。總括嚟講，呢度嘅點心係幾好食嘅，唯一就係如果唔鍾意咁古老、古色古香嘅裝修，咁可能就會覺得坐得唔舒服。今集就講住咁多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下一條片再見。